我觉得这样子的说法并不恰当。那么更何况我们现任的大法官里面的多数都是上一政府，也就是前总统的时代所提名的大法官，那么没有所谓的御用大法官的问题，而是大法官秉持他对这个国家宪政上的责任所做出来的决定。那你觉得他现在减了没有？这一题你自己回答。报告总统，我已经减4公斤。总统他帅，瘦的时候比较帅。这样看也很好看。那你觉得还有哪些县市要减？刚才佑昌上来的时候就跟我讲，他不要跟任何其他人比较。我想身材不是重点了，会做事才是重点，不是吗？那只要健康就好。要问一下这个年改革事件的判决的这个书，那你怎么看？说有些区的影响会来自于冲击到这个军公教学校的这个学习，还有怎么看？说这个韩国也提到说，那这个军公是用御用的大法官来这个进行一场摧毁国家的根基的一场闹剧。这个年金改革确实是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也历经了好几任的政府有好几位总统都提到说年金改革都迫在眉睫，甚至有悬崖勒马的这个说法所以历经了这么久在我的执政的开始我们就进行了这个年金改革的种种的准备工作那这个过程中当然有一些讨论跟争论那但是在我们整体社会的支持跟谅解之下那我们可以完成了这一项对国家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那么改革之后呢我们的国家的财政可以稳定，那我们退休的军公教人员不用担心我们年金的基金会破产，那也能够过一个比较稳定的退休生活那么这项的改革当然对有一些军公教的同仁来讲他们退休金有被减少，对这一点我要向他们表达对他们的敬意但是也有一些歉意但是为了我们国家整体的利益跟国家的未来那我们都必须要做的一项改革工程那么至于刚才说什么御用大法官，就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说法并不恰当。那么更何况我们现任的大法官里面的多数都是上一政府，也就是前总统的时代所提名的大法官，那么没有所谓的御用大法官的问题，而是大法官秉持他对这个国家宪政上的责任所做出来的决定。